爺爺，大名鼎鼎的鬼手医生真的住在这里啊？15年了，这个地方倒是一点没变。当年你父亲的腿就是被孙医生救回来的。啊，小孙啊，我真羡慕你，才活了81年就可以安然逝去。唉，我就惨了，不知道还要活多少年才是个头啊。5000年前，我拜入当时的天下第一宗玄天宗，没想到5000年过去了，我的修为始终停留在炼气期，而我的師父師兄們早已飛升仙境，只留我一人在這塵世之間。算起來，你應該也算我第1000個弟子。早知道你會成為這麼一個藥痴，當年我就不該叫你醫術。医生，我是京海的楚家家主楚元，这次过来想請您出山为我。你們來晚了，小孫已經去世了。什麼？不可能！怎麼會這麼巧？孫醫生肯定沒有去世，他只是避世，不想見我們而已。我都說了，你們要找的人不在，你們可以回去。小兄弟，你是醫生的徒弟吧？肯定也繼承了醫生的醫術，只要你願意出手，要多少錢都可以。你誤會了，我不是他徒弟，我只是他的一個老朋友罷了。老朋友？我看你71了，應該活夠了。你為什麼還想活呢？你小子說什麼呢？你怎麼知道我的年齡？這有什麼可稀奇的？咱們楚家在京海可是頂級豪門，網上有很多咱們家的資料。你左肺下面長了顆腫瘤，應該還有3年壽命，好好享受你最後的時光吧。我上周剛做的體檢，肺裡確實是長了東西，他是怎麼知道的？爺爺，不要聽他胡說八道。每天1顆，連續服7日，也許可以讓你多活幾年。小兄弟，等一等！飞走了，神仙啊！爺爺，你怎麼坐在地上呀？小強，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呢！爺爺，你胡說什麼呢？這個世界上哪有神仙？那都是騙人的。不，我沒有看錯，這瓶藥是仙人給的，這就是仙丹吶！小強，你在想什麼？我在想剛剛那家伙有點眼熟，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他。我想起來了，我在學校見過他，他是我們班同學。什麼？他是你同學？小強啊，爺爺這輩子沒有求過你什麼，這次孫爺爺求求你，你要想盡一切辦法，哪怕是做他的女朋友，也要把那個方雪帶回家。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小小書語，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。真是我说方雪，你每次考試都倒數，能不能有點長進？就是啊，32分，我太太王小一來了都考得比你多，你還好意思在這睡覺呢你？笑！說吧，找我什麼事兒？昨天晚上小晴突然給我打電話詢問你的情況，說你是不是在打她的主意？
小晴，小子，孙少看上的女人你都敢动啊？你他媽是不是不想活了啊？我你吗？小子，楚雨晴是京海楚家的2小姐，也是咱们学校的2大校花之一。你算个什么東西？也敢对校花有非分之想啊！躲开！哎，小强，今晚我在餐厅订了豪华包间，我有2道题谱想教教。哎，方旭，你怎么不坐凳子啊？方旭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同桌了。什么？是你？方旭，今天晚上去我家吃晚饭吧，我亲自下厨。不去。我没听错吧？楚校花居然主动邀请方旭去他家吃饭，方旭居然拒绝了。算了，你昨晚太劳累了，继续睡吧。待会儿我再翻回来给你。乖乖等着。小强，你们2个该不会实在是太傻了？妈的！我宰了你！我枪！哎，孙少！小成家，你给我等着！说吧，找我到底什么事情？方旭，也不知道你给爷爷灌了什么迷魂药，我爷爷非要让我请你回家去。只要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，我保证以后都不打扰你了。你是想让我救你爷爷？不是的，上次我和爷爷去找孙医生，是为了救我姐姐。你姐姐生病了？姐姐得了一种怪病，全国的专家都束手无策。也好，楚家是京海的大家族，说不定可以帮我找到那个人。行吧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你答应了？哎呀，方小友，你终于来了！楚老不必客气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会尽力而为。口气倒不小，到时候你睡不好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小强，不得对客人无礼。不知道方仙人的医术到了何种境界？方小友，这幅畫是去年老夫在拍賣會上花了8000萬拍來的。據說此畫是東晉時期一位神醫所作，不知你對這幅畫感覺如何呀？這不是1000多年前我隨手在山間石壁上的塗鴉嗎？恕我直言，這幅畫十分稀鬆平常，是一幅信手之作。你懂什麼呀？這幅可是大名鼎鼎的天眼一道圖，就連醫生看了都說好。你少在這兒不懂裝懂。竟然連天眼一道圖都入不得方仙人的法眼，看來方仙人的醫術水平已經達到了鬼神莫測之境。管家，一會兒把這幅畫卸下扔掉。是。爺爺，他就是個普通學生，根本不懂什麼醫術，你竟然相信他說的話？方小友，不知道你平時有什麼愛好沒有？我孫女兒小晴和你是同班同學，這緣分難得呀。要不要先試着處個朋友？爺爺，你說什麼呢？我喜歡的是我們學校的學神林烨，那可是我們全校女生的偶像。林烨，那不是我在學校論壇隨便註冊的一個名字嗎？我怎麼沒有聽說你們學校有這麼一個人呢？林烨是學長在學校論壇註冊的網名，每次發的解題帖都會引發轟動，就連我們學校那些教授都是他的粉絲。哈哈哈，算了，先不說這個，我帶你先去看看微微。
二叔阿婶。爸，您怎么都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给薇薇看病？就是呀，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薇薇都病了3个月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苏醒呢。这龙总啊，都着急得不得了了，所以从无极山请来了王道长。贫道王玄一，见过楚啊，原来是王道长，道长之名早有耳闻。据说你们无极山道医双修，满门弟子皆怀济世之能，失敬失敬。楚老，您放心，有贫道在，保管能治好大小姐。无极山，这不是500年前被我随手灭掉的一个招摇撞骗的旁门左道吗？怎么如今又死灰复燃了？啊，来，有请。方旭，听到没有？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不对，这里有古怪，我得过去看看。这是玄阴之体。为师期限已到，今日必須飞升仙境。师父，你乃万中无一的九阳道体，这种体质可使你无敌于世间，但正因阳气过盛，导致你的修为始終卡在炼气境。唯有找到3個玄陰之體的女子與你雙修，方可使你破至骨，真正的仙途。原来師父說的是真的，苦苦尋找了數千年，竟然真的讓我找到了玄陰之體。貧道剛才已經檢查過了，這大小姐體內藏着一股毒氣，阻塞了她的經脈，這才導致她一直昏迷不醒。若是不能及時將毒氣驅除，這恐有性命之憂啊！大師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姐姐！道長，只要你能治好薇薇，您要多少錢，我們楚家都出得起。諸位請放心，我是龍總找來的，而且大小姐還是龍總的未婚妻，貧道一定全力以赴治好大小姐。原來如此，太好了，姐姐有救了！有反應了！那是當然了啊！這道長可是無極山這一帶最優秀的弟子，有王道長在這兒，什麼病治不好啊？奇怪，怎麼會這樣？王道長，王道長，怎麼了這是？你沒事吧？我要方小友，看來還得勞煩你出馬了。只要你醫好了薇薇，你不管什麼條件，楚家一定滿足你。爺爺，你竟然真的打算讓他救姐姐？哼，小子，你算什麼東西？貧道都看不好的病，你一個窮學生能看得出來什麼？要是我沒猜錯的話，楚小姐體內的毒就是你下的吧，王道長？你胡說八道什麼？我怎麼可能會跟大小姐下毒？管家，把這小子給我放出去！慢着，方小友，你剛剛的話是什麼意思？說了，你仔細回憶一下，楚小姐最近有沒有碰過什麼古物？我想起來了，3個月前，謝蒙的曾經送來一隻宋代的香爐，那個香爐造型奇特，還有一股奇怪的香味。這怎麼可能啊！啊，龍總怎麼會對薇薇下毒啊？爸，你別聽這小子胡說八道。楚龍，我可以治好你的孫女，但是我有個條件。方小友，你有任何的條件，儘管開口，只要我楚家有的，無論什麼東西，老夫定當滿足。我要你孫女嫁。
我要你孙女嫁给我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啊？薇薇可是楚氏集团的总裁，京海数一数二的商业精英。你一个穷学生也想当我们楚家的女婿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？就是，咱们家薇薇要嫁也是嫁给龙总，那才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。原来仙人喜欢的是薇薇这种类型。都给我住口！方小友，薇薇要是能嫁了你，那是薇薇的福气。等薇薇好了以后，老夫答应你，立刻给你們舉辦婚禮。爺爺，你怎麼能這麼輕易就答應他？哼，算了，他也就是說大話。他要是有本事救好薇薇啊，我楚寒松3個字倒着寫。3針，快看，薇薇又有反應了。難道他真的會醫術？只差這最後一針，他體內的毒便能清除了。哎，小子，你想幹什麼？我要扎他的衝門穴。衝門穴？我看你這小子就是個小色批，借着行醫之名對薇薇做不軌之事。姐姐，你醒了！薇薇，你終於醒了！啊，對，這一定是王道長剛才的施法起效了。這小子呀，只是來撿漏的。沒錯，想來是貧道的法術起了作用，他只不過是趕巧碰上大小姐醒來的時機罷了。薇薇，你感覺怎麼樣？我感覺好多了。啊，薇薇，你既然好了，就趕緊跟龍總成親吧。龍氏家大業大，咱們兩家要是結合在一起，那整個京海還不是我們說的算？是啊，薇薇，在你昏迷這段時間啊。閉嘴！你們只是我的二叔二嬸，沒資格對我的婚事操心。爺爺，剛剛你們的對話我都聽到了，你們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話跟他說。哎呦，腰！你叫方旭，還是個學生。不錯。你治好了我的病，我很感謝你，但是我是不可能嫁給你的。你身上的毒氣還需一針便可清除，否則毒氣攻心，神仙難救。行了，不必嚇唬我，我會給你1000萬。拿錢離開楚家。哈，你覺得我差這1000萬？別裝了，你不過是個窮學生，有了這1000萬，你可以找更多的女人。1000萬不夠就2000萬。熱，我好熱。糟了，毒氣攻心。我要。爺爺，這房間裡是什麼聲音？這丫頭什麼時候變得這麼開放？剛剛發生的事情，你不許說出去。楚大小姐，我剛剛可是一動沒動，全是你在動。你要是敢出去亂說，我要你好看。你剛剛在那個的時候，我便已經幫你把毒解了。放心，你要是不願嫁給我的話，我不會強迫你的。你要走？我不走。楚小姐難道還想再來一次？我倒是沒什麼意見。你，龍天清那家伙天天死皮賴臉的纏着我，想要打我楚家的主意。也罷，
正好可以让這小子替我擋婚。算了，這段時間你就當我名義上的未婚夫好了。咱們只是逢场作戏，不去当真。我没意见。对了，明天上午有一场古董拍卖会，你陪我去一趟，记住，不准迟到。炼气期第998层，師傅沒有騙我的修為果然提升了。等我突破到了1000層，便可以飛升了。你是說，楚靈薇被一個學生給救了，還跟他訂了婚約呀？是的，龍總，那個學生他邪乎得很吶，好像叫做什麼啊，方旭。找死！连我龙天星的女人也敢碰！疼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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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被人欺負了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誰？那个人叫方旭，他竟然敢跟我抢女人！什么？又是他！龙总，您息怒了。您放心，我都已經安排好了。只要那小子明天他敢去拍賣會，這次定有來無回。爷爷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歡這樣的場合。小晴啊，今天的拍賣會非常重要，你作為楚家的一份子，該多接觸接觸這種場合啊！哈哈，方逍遙，沒想到你今天也來參加這個拍賣會，真的是讓我楚家蓬蓽生輝呀！不對，有問題。啊，問題？方逍遙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？荣天星，你居然還敢過來？那香爐裡的毒是不是你下的？薇薇，你怎麼能這麼說呢？你可是我老婆，我那麼愛你，怎麼可能下毒害你呢？你別狡辯了，你做這一切的目的不就是為了阻止我參加拍賣會嗎？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也沒別的辦法了。哎，就你叫方旭呀？你就是龍天星？放肆！小子，龍總的大名也是你敢直呼的？很好，敢跟我龍天星搶女人，等下我讓你後悔來到這個世上。夠了，葉青，你少嚇我！因為我以前以為你是想娶薇薇，沒想到你是為了太虛保平。太虛保平，聽上去怎麼有點耳熟啊？好了，各位久等了，下面我宣布本次拍賣會正式開始。諸位，這便是大名鼎鼎的太虛寶瓶。傳說它是數千年前一位仙君在凡間遊歷期間所使用的法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好漂亮的玉瓶啊！太虛寶瓶，等了那麼久，終於等到機會了。爺爺，你放心，這一次我準備了足夠的金錢，一定能夠將寶瓶拿下。好。這不是我當年在玄天宗裡面用的夜壺嗎？怎麼會在這裡啊？夜壺？方旭，你胡說八道什麼呢？這可是傳說中的仙家法寶，真是無恥。好了，下面正式開始競拍，底價
500億。我出1000亿。1000亿，好大的手笔啊！楚家出价1000亿，还有没有人出价了？奇怪，这龙天星怎么不出价呀？既然没人出价，那我宣布，太虚宝瓶归楚家所有。归楚家，你们也配？龙天星，你果然早有准备。难怪我感觉周围有股浓浓的杀气，原来是鸿门宴。微微，别生气嘛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咱们可以一起共赴长生，做一对逍遙自在的神仙眷侣。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龙天星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吗？你真的以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吗？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这是我花高价请来的武道高手，你的那些不过都是乌合之众。龙天星，你失算了。哦，是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不知道武道之上乃是仙途？王道长除了是一名神医之外，还是一名筑基期的高手。姐，爷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太虚宝瓶是我的了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走。王小友，龙天星狼子野心，此物落入他手，必生大祸。现在局势已经失控，唯有你出手相助啊！爷爷，你求他干什么？他就是个学生，他能帮上什么忙啊？苏先生，苏先生，我再给你加1000份，麻烦你一定要送我爷爷跟妹妹出去啊！楚小姐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对方是修仙的，根本不是我能抗衡的。1000年了，自从上次出手灭掉一个不长眼的小国，就再未出过手。也罢，今天就破例一次。小子，你刷短剧刷多了吧？就凭你啊！方旭，你快走，不要白白送死啊！晚了，方旭，收！方旭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方小友，是老夫害了你呀！有此宝物在手，谁敢跟我作对？这太虚宝瓶当中蕴藏着强大的仙力，用不了多久，它就会化作一滩血水。龙天星，别放了方旭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可以给你。现在知道求饶了。晚了！来人，把这2个女人给我抓起来！爷爷，放开我！龙天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怜香惜玉，当然要把他们抓起来，好好宠爱一番啦！你这个畜生！如此好事，要不算我一个？方旭。你不是被我收入宝瓶之中，
怎么会？方旭，你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你赶紧走啊！难道你不叫方旭？要不你换我另一个名字试试？你到底叫什么？林毅。什么？方旭是林学长？林毅！林毅！爷爷在此。林毅！爷爷在此。收！过去的事情，便让它随风去吧。我的宝瓶！小子，你找死！既然你们如此冥顽不灵，也罢，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仙法。周天曲，你还不配知道。消失了。方旭，小青，爷爷，老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龙家独子，你动我龙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旭哥，旭哥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给你300万，我给你3000万，你饶我这次吧。我从不杀死人，但你刚刚已经知道了因缘。你说这该如何是好？旭哥，你放心，我嘴很严的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。当我没吃吗？旭哥，你这是？没事，抹去你的记忆。什么？哎，方旭，你快让他看，小青晕倒了。命盘转了，天命之人出现了。大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天命之人在京海。青兰速去京海，将此人带来见我。是。这是引王之体，难怪之前我没有发现，这种体质乃是玄阴之体的一种，但是比起玄阴之体更加稀有。方逍遥，小青到底怎么了？放心吧，他没事，只是受点刺激，激发了他体内的血脉之力。血脉之力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还有，方旭，你刚刚是在变魔术吗？那个什么王道长，怎么一下子就被你打飞了呢？小强，你终于醒了。姐，爷爷，我怎么在这儿？小青，你刚刚晕倒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晕倒了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？没事就好。方逍遥，这一次真的要感谢你，我已经让人准备了宴席，一定要好好答谢你呀。此仇不报，我龙家就誓不为人。龙总，外面来了个女人，说要见你。什么女人？老子现在心情不好，别他妈的烦我！龙天星，几年没见了，你胆子越发大，连我的面都不愿意见了。古真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废话，我问你，见过这个人没有？这不是楚家的二小姐楚雨晴吗？你找她干什么？原来这个女人叫楚雨晴。我明白了，真人，
您是不是想收他为徒？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您的这个计划恐怕要落空了。什么意思？真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楚雨晴班上有个小子叫方旭，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法术，那目中无人，狂妄的很，还自称是楚雨晴的男朋友。您收徒一事，恐怕那小子会从中作梗啊。一个学生罢了，修为能有多高？若是他不知死活，胆敢坏本座的事，本座定让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翁总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刚刚那人是谁啊？连他你都不认识？他可是龙国第一高手，七杀老祖座下的亲传弟子，古青兰。什么？难道他就是那个号称辣手仙子的古青兰？不错，方旭呀，方旭，我刚刚还在发愁怎么对付你，没想到你的死期这么快就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问一句，回答一句。若是你不老实的话，知道。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刚刚吃饭的时候，爷爷给你钱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我对钱不感興趣。那你对什麼感興趣？嘿，下流！我告訴你，我喜歡的是林毅學長，就算爺爺逼我當你女朋友，我也絕對不會同意的。況且什麼？況且你馬上要和我姐姐領證了，難不成你想腳踏兩條船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提醒你一下，扣子沒扣。算了，我問你，那天你為什麼要跟龍天星說你叫林毅？如果我說我就是林毅呢？你真的是林學長？沒錯，我就是林毅。像這種名字我還有很多，基本上每隔60年我就會換一個名字。你當我3歲小孩呢？小心！方旭，你色狼！別動！外面有修仙者。修仙者？躲開了。看來你的隱皇之體已經暴露了，現在你就像是個香饽饽，人人都想抓你。能放鼠輩，在本座會會你。滾！此人的修為至少在結丹期以上，沒想到楚家竟然還有此等高手。小晴，你怎麼在方旭的床上啊？姐，你聽我解釋，剛剛有人要殺我們。殺你們？胡說八道，外面根本沒有人。方旭，你騙我！無所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你現在可以出去試試看。你的意思是說，外面有人想對小晴不利？孫少，龍總出手了沒啊？按道理，方旭這會兒不應該躺在醫院裡吧的？我也納悶啊，我給我堂哥打了好幾個電話，他都沒人接。奶奶的！今天早上啊，我還看見這小子坐着楚家的車過來，楚雨晴跟他一塊兒來上學呢。你說該不會他倆已經……去死！
小晴可是前妻大小姐，怎么可能看上那穷小子？况且堂哥已经答应我了，方旭这小子碰他不了几天了。不是。楚家有高手坐镇，看来只能从学校下手了。小晴，这新来的班主任身材可真好啊！嘘，声点。修仙者。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班主任，你们可以叫我吴老师。吴老师啊，这新学期都快结束了，怎么班主任说换就换的？你该不会是走后门进来的吧？就是啊，那王老师都带我们那么久了，大家都有感情了。吴老师，您到底有啥过人之处？净化器，此人修为不低。朱雨晴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好的。不愧是千年难遇的顶级圣体，难怪师尊要我将他抓回去。胡老师，不知道您找我什么事儿？不知道你可曾听说过紫薇观？紫薇观好像听爷爷说过，是一个传说中的隐士宗门，不过没人知道他们具体在哪儿。不错，知道的还挺多。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，紫薇观并非传说，而是一处真实存在的仙域。老师，您到底要说什么？朱雨晴，你的仙缘来了。要知道，你的体质极其特殊，乖乖跟我回去，我可以考虑让你加入紫薇观。从此呢，你便可以长生不老，临于众生之上。你难道真的一点也不心动吗？看来你的隐皇之体已经暴露了，现在你就像是个香饽饽，人人都想抓你。可是我不想修仙，我觉得打打杀杀可能不适合我。这可由不得你。吴老师，这么急急忙忙的，这是打算要去哪？你就是方旭啊？楚同学刚刚在办公室晕倒了，我正着急把他送去医务室呢。是吗？正好我也要去医务室，咱们一起吧。这怕是不太方便吧？快看，那什么！谷老师，你身为班主任，背后偷袭学生，怕是不太好。原来是个练气器。小子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乃龙国第一宗门紫薇观的大弟子。本门老祖呢，看上了这丫头，命我将其带回关内。要知道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，你若识趣儿，便莫要阻拦；否则的话，便是与我整个紫薇观为敌。紫薇观，没听说过。我看你修炼的功法乃是上古合欢宗以来的。你这么着急带他回去，打算给那老东西做炉鼎吗？既然被你识破了，那今日我便留不得你。村长，我没看错，有人和新来的班主任打起来。校长，我眼睛没花吧？那个人好像是风旭啊！就是他。
小子，身手不错，昨晚在楚家那个高手就是你师傅吧？年纪轻轻能够练到如此修为，着实不易。本座给你最後一次机會，莫有自尋死。古老師，你剛剛可不是這麼說的，我還是喜歡你桀驁不馴的樣子。你不會真以為剛剛那便是我的全部實力？哼，结丹境，你之前竟壓制自己的修為。當今天下靈氣稀薄，能夠達到築基期已是極限，想要更上一層樓，必須另闢蹊徑。我呢，自創了一套功法，能以身為氣，將靈氣提純煉化。只不過這功法太過凶險，平日我只能壓制修為，以防靈氣失控。天賦不錯，可惜啊，入錯了宗門。若是拜在我門下的話，我可以傳授你一個精妙百倍的功法，可能也許會在200年之內突破大成期。200年突破大成期？小子，說什麼胡話呢？司少，這是什麼呀？古老師是修仙者呀，他。我哪知道？反正是方旭今天是死定了。全司，怎麼可能？昨晚把我壓制的那個人是你！我從不殺凡人，但修仙者除外。你錯就錯在不該動我的女人。法則之力，你不是煉氣期，你是渡劫期的半步真仙。司少，他們在說什麼呀？什麼法則之力，什麼煉，什麼氣啊？這什麼玩意兒？這是？你問我問誰去啊？方旭，我怎麼會在這兒？怎麼可能？你一個煉氣期的修為，實力怎麼在渡劫期之上？你話太……住手！校長來了！反了你啊！你是哪個班的學生？竟然敢當眾打老師！校長，您總算來了。咱們學校出了這樣的學生，您可得好好管。郭老師，你別怕。你是龍總介紹過來的人，無論你發生什麼事我都能替你做主。校長，不是這樣的，這其中肯定有誤會。你是楚家的二小姐。入學的時候我見過你爺爺。你剛剛說誤會，什麼誤會啊？他動手打老師，我可是親眼所見。校長，古老師有問題，他剛剛想把我抓走。楚同學，雖然你家很有錢，但是你也不能夠隨意的污衊老師啊。校長，方旭這個學生全科掛科，考試都留了3級了。咱們學校留着這樣的學生在，只會敗壞咱們學校的風氣。說得對，你就是方旭是吧？我宣布，從現在開始，你被開除了。校長，你早該這麼做了。這個方旭整天就知道早戀，還整天欺負同學。不信你問趙強。對，他可囂張了，他老是在背後罵校長你，說你是光頭強。你們兩個別胡說八道。校長，你不能開除方旭。這一邊是龍總，一邊是楚家，兩頭都不能得罪。這樣吧，3天以後全國的數學競賽就要在咱們學校舉行了。到時候如果這個小子能考進前10名的話，我可以考慮給他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。連我都不一定能保證考進前10名，方旭他怎麼可能辦得到？我已經給過他機會了，如果他做不到的話，到時候就怪不得我按照校規處置。郭老師，咱們走。校長慢走。
何老師慢走。方旭啊，方旭，咱們的同學情還有3天就畫上句號。没關係，3天後考場見。奇怪，人呢？可惡，运气太背了！那小子身上是一定有什么法宝。今天下除老祖外，怎么可能有人有那麼高的修為？你怎麼在這兒？我可沒說過我會放過你仗着身上有高階法寶，欺負我一個弱女子，算什麼本事？弱女子，你裝可憐的本事倒是1流。人家在你面前可不就是弱女子嗎？方同學，你的胸肌可真發達呀！我承認我打不過你，不過這樣，如果你可以放過我的話，我什麼都答應。這個呀，可是我們紫薇觀的幻夢迷迭香。別說你只是練氣期，哪怕是化神期的大神也無法贏。中此香者啊，將會陷入到無盡的春夢當中，永遠也無法甦醒。你。怎么可能？又是一個懸疑之題。皇上，幫幫我！原來如此，看來此女是那個什麼老祖的備用爐鼎。因為被施了秘法，所以我才沒看出她的體質。如今還差1層，我的修為便可突破1000層。屆時可以打破多年的桎梏，飛升仙界。臭小子，本尊要杀了你！陈老，试卷已经发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只是一个全国竞赛而已，用得着您亲自出考题吗？小王啊，你可别小瞧了这次竞赛，这可是关乎到我们国家未来对科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，每道题啊都至关重要。这不是我最近在研究还没有完全攻克的几个难题吗？是谁把它印上去的？这不是胡闹吧？陈老，我不知道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算了，反正也没有人能解破，就放这儿吧。小王，把电视打开，我看看考场的情况。快看，那就是楚雨晴，咱们学校的年级第一。不是，你还真敢来啊！不是，这次考试没有选择题，你那些瞎蒙的本事发挥不了作用。就是啊，你今天呢，你要是能答对1题，我赵强这2字我倒过来写我。干什么？这里是考场，你能不能敢想动手啊？敢不敢打個賭啊？赌什麼？等一下，如果我考了第1，你們倆從這兒爬着出去。第1，
你真是笑死人了呀！啊，方旭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这现场这么多学霸，你问问他们哪个有胆子敢这么说呀？你，方旭，你要是拿第一个，别说让我们爬出去，我救你爷爷都可以啊！臭小子，敢轻薄我！等我抓到了姓楚的那丫头，回到紫薇关复命，届时一定请老祖出山，将你大卸8块。好了，全部安静，考试正式开始。现在分发试卷。这次的题目好难，已经完全超出了平时训练的难度範圍。這次的題目是由科學院的陳老親自出的題，難度可謂是歷年之最。陳老，那可是學術領域開疆拓土的傳奇人物啊！想當年，他憑借一己之力，便攻克了困擾着國際學術界多年的重大難題，讓全世界都為之側目啊！是啊，這屆的學生可真是幸運啊，能有機會接觸到陳老親自出的題。校長，您答應過我的，方旭那小子要是考不進前10，您就把他開除。放心，那小子定了。孙少，你說等這小子滾蛋之後，咱要不要一塊慶祝去？那是，到時候叫他小心一些，吃完飯咱就去看部電影。錢說不定他芳心一動，咱就答應走你。請。方旭已交卷。什麼？這麼快？放心吧，肯定是白卷。我的方旭，你小子這是幾分鐘啊？這就放棄了？這是。喂，楚兄，告訴你個好消息。哦，難道我們那項研究有進展啦？哈哈，不錯，已經有人破解那道世界難題了。咱們合作的特效能源電池終於可以量產了。什麼？太好了！到底是誰解開了這道題？哎呀，說了你有可能不信，他是一個學生，而且就是在你孫女就讀的那個學校。竟然還有這種事兒！你等着，我現在就去學校當面感謝他，順便聊聊合作的事兒。好，那你快點啊！快，叫上薇薇去趟學校。是。這寫的什麼亂七八糟的，根本就看不懂。這不就是亂寫一通嗎？哦，不對，他這前面的答案幾乎全對。啊，這怎麼可能？吳教授，您不會是在開玩笑吧？這小子平日裡考試及格都很困難，他怎麼可能會解出來這些競賽題呢？方旭把題目全部做出來了，並且全對。這太奇怪了，我主持了這麼多屆的競賽，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標準的答案。我知道了，吳教授，這小子肯定提前偷走了答案。哎，對，沒錯，肯定是這樣。他不可能這麼快交卷的。小子，你老實交代，是不是作弊了？這麼簡單的題目，我還用不着作弊。簡單？哼，太狂妄了，連我都不敢說這樣的大話。方旭，你好大的膽子！這可是直播，你竟然敢當眾作弊！校長，方旭明顯是沒有把學校的規章制度放在眼裡，這樣的人留在學校，只會不斷腐蝕咱們學校的風氣。方旭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難道你真的投胎了？連你也不相信我？
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只是你平时里的成绩确实不突出。算了，我也懒得跟你们解释。既然你们都不信的话，那调监控吧。哼，还调什么监控啊？你一定是提前备好了答案，所以啊，就算是监控，也未必能拍到什么关键证据。岂有此理！如此肆意妄为的作弊，这般嘴硬狡辩，早着看着办吧。哼！保安，把这个家伙给我赶出考场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方旭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次做的实在太过分了，老师也帮不了你了。小子，识相的，抓紧跟我们走。您怎么来了？陈老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点小事我们正处理着呢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严惩这个学生。恩师，真的是您？陈老，你跪一个学生干什么？什么学生？他是我的恩師，世界学術第一人林毅。什么？方旭就是林毅？陈老，你没有搞錯吧？這個小子就是一普通的學生，他怎麼可能是你的恩師？對呀，這小子門門考試都不及格，怎麼可能是陳校長的恩師啊？豈有此理！你們是覺得我老了，連恩師都不認識了嗎？小陳，10年未見，蒼老了不少，但是你的名氣可是越來越大了。恩師啊，你當年不告而別，弟子可是一頓好找啊！這些年，弟子一直謹記你的教誨，在學術的道路上不斷的探索，從來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啊！你真的是林毅？我不早就跟你說過了，是你自己不信。可是你為什麼故意裝成學習很差？你明明這麼厲害。因為我這個人喜歡安靜，不喜歡別人打擾。不，這不可能！就算方旭是您的恩師，這年齡也對不上啊。10年前，他最多也就10歲左右，怎麼可能有資格當您的老師啊？不錯，陳老一定是認錯人了。吳教授，我建議咱們直接開除這個方旭。一個年紀輕輕的學生，怎麼可能有如此高的學術造詣，還成為陳老的恩師，簡直荒謬至極。我們學校留不得這種弄虛作假、擾亂學術秩序的人。說的有道理，是得慎重調查清楚這件事情。混賬！偏偏有我在，你們任何人休想對恩師不敬。陳老，雖然您是學術界的權威，但學校有學校的規章制度。在對於方旭調查處理這件事情上，您似乎並沒有直接插手的資格。你，陳老沒資格，那我呢？都是他。爺爺，姐。楚總，你們怎麼來了？我們楚家是這家學校最大的，你說我們有沒有資格處理這件事情？有，當然有。你們說怎麼辦？我定全力配合。王獻之，想不到你是陳老的恩師，真的是出乎我的預料啊！方旭，你真的解開了那道難題，你知不知道？只要那道難題能夠解開，我們公司的科研瓶頸就可以徹底突破。哦，你們楚家已經是京海市的首富了，什麼項目讓你如此激動？孫少，我怎麼有點糊塗了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方旭不是喜歡的楚雨晴嗎？怎麼看着跟他姐姐關係這麼好呢？該死，這小子不會是想當小通吃吧？現在怎麼辦呢？還能怎麼辦？先撤了再說。孫少，你先等着我。恩師，要不咱們找個地方具體詳談吧？可惡，
這小子難道是我命裡的灾星？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小晴，小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方献之，刚刚那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抓小晴？对方是修仙者，他背后的宗门啊，看上你孙女特殊的体质，想要拿她做炉鼎。什么？炉鼎？混账东西！我这就调人把他抓回来。不必，我刚才故意放他走的。哦，这是为何呀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？况且他们都是修仙者，你派出去的人对付不了他们的。有道理。贤侄，这里就是我们楚家最核心的实验室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一直在秘密开发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的代号叫问道。问道？不错，之前我们之所以那么迫切的想要拍下太虚宝瓶，也是为了这个项目。爷爷姐，到底什么项目这么神秘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小晴啊，这个问道项目是我们楚家几代人的心血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项实现人类长生的研究。长生？不错。你看这台仪器，它是问道最核心的设备之一。可惜目前我们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，却始终无法突破最關鍵的技術瓶頸。為此，我們特意找到陳老，一起來研究這個難題。可惜多年來一直沒有什麼進展。不過現在不一樣了，方旭解開了那道數學難題，那題背後隱藏的能量運算規律，說不定正是打開這台儀器關鍵枷鎖的鑰匙。文師，我知道您淡泊名利，這可是造福全人類的大事。沒錯，自古以來，多少帝王將相、英雄豪傑都在追尋長生不老。賢侄，加入我們吧！只要我們突破了最後的技術屏障，就可以幫助人類擺脫生老病死的枷鎖，開啟全新時代。可以，不過我有一個條件。什麼條件？賢侄，儘管開口。我要他當我的助手。不，他。上仙喜歡的不是體位，而是小晴。這個好辦，但小晴年紀尚小，我擔心她經驗不足，怕耽誤我們項目的進展。無妨，我只需要她24小時陪在我身邊即可。24小時？也好，我這就讓人替小晴辦理休學手續。啟稟老祖，弟子無能，此次任務失敗了。哦，以你結丹期的修為，竟然沒能把人帶回來，難道對方是元嬰期？不，對方只是練氣期的修為。啊，練氣？你在和我開玩笑吧？還是說你覺得我閉關太久，我糊弄了？老祖息怒，弟子確實盡力了。那練氣期的小子雖然修為低微，但身上有一件詭異的法寶。正面交鋒，我不是他的對手。哦，什麼法寶，竟能讓練氣期戰勝結丹期？難道是上古仙氣？弟子提議，請兩位師兄出山相助。我會派人殺了那小子。這次若任務再失敗，你應該知道後果。弟子明白，此次定全力以赴將楚雨晴抓回來。師兄，咱們為何不直接出手？不急，先探探這小子的虛實。不愧是師兄，果然穩健。哼，只要那小子出現，便發射袖箭，箭上塗了我特制的噬穿心散，見血封喉，讓他有3頭6臂，難逃一死。甜甜，你快幫我想個辦法呀！
我可怎么办啊？你还能怎么办啊？你都喜欢林学长那么多年了，现在人家就在你身边，当然是要大胆表白了。哎呀，你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嘛？我这要是突然表白，万一他觉得我唐突，把我当成那种很随便的女生，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的小傻瓜，你可是堂堂的楚家二小姐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家世有家世。林学长能被你喜欢，那可是他的荣幸啊。可是林学长好像喜欢的是我姐姐，我这样做不太好吧？王旭，你怎么这不太合适？万一被姐姐看到了。别说话，赶紧穿衣服。怎么办？该不会是林学长故意找了个借口，把我带到卧室，要做那种事吧？你在这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你去哪儿？师兄，快看，那小子出来了！哼，来得好！哼，来得好！师兄！方旭，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2只大点的老鼠而已。真的没事？对了，上次跟你说灵泉找到了没有？要想制作长生药，必须要用自然形成的天地灵泉。我刚想告诉你，灵泉找到了，但是想要直接买下比较麻烦。灵泉所在之地是孙家名下的一处产业，孙家是京海有名的豪门，他们并不打算直接出售，而是决定舉辦一場拍賣會，將靈泉所在之地全部買下。又是拍賣會，這個孫家和龍家是姻親關係嗎？不錯，聽說參加這次拍賣會的勢力眾多，龍家也是其中之一。龍天星那小子，分明是來搗亂的。你們不用怕，孫有才貪財好色，只要把錢給足，這塊地皮未必不能拿下。行，既然如此，我明天親自去一趟孫家。爸，我有點搞不懂，咱們家那塊地怎麼突然那麼值錢？哼，誰知道？剛好我最近資金周轉有點緊張，這地裡突然冒出來一個什麼靈泉，引得這麼多勢力眼紅，那可不就是送上門的財路？還是爸願意接。等咱們那塊地一賣，咱們孫家就發大財了，日後在京海啊，那可是能和楚家和龍家相比肩。小强，你怎麼也來了？這兒是我孫家的地盤，隨便坐，別客氣。我讓人給你準備那個玫瑰花茶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嘗嘗。不必了，我現在是方旭的助理，今天來是談正事兒的。方旭的助理啊？小強，你可別被他騙了呀！這年頭，做幾個破題有什麼了不起？他就一窮學生，跟着他能有什麼錢？我不跟着他，難道跟着你啊？小強，我知道你這次來的目的，只要你答應做我女朋友，我就讓我爸同意把這塊地給你們楚家。你滾開！瑞秋，你別黑臉不要臉！你以為你們楚家能得到那塊地嗎？我告訴你，只要我們孫家不點頭，你想都別想！孫總，好久不見。邱總，一段時間不見，你又漂亮了不少。這位小兄弟看着有點眼生，是邱總新招的秘書？孫總，您誤會了，他叫方旭，是我的未婚夫。哦，未婚夫？
我之前记得龙总可是一直对楚总青睐有加，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楚总的爱慕之意。这方兄弟突然成了楚总的未婚夫，还真是让人意外呀！哎，爸，他就是个穷学生，他跟我堂哥比差远了。什么？学生？楚总，我一直以为你眼光独特，在商场上那可是精明的很呐，怎么在挑男人这件事上眼光差到如此地步啊？孙总，我挑男人的眼光如何，用不着您来操心。谢謝您的款待，我們待會兒見。呸！荣天星，你竟然還敢出現！微微，你別生氣了，上次是我不對，我跟你道歉。今天我過來呢，就是來幫你的。就你還幫我？我知道你們在造長生藥，這樣也算我一個，我給你們投錢，順便幫你們把這塊地也給拿下來。哎呀，做夢，你想都別想！我早就知道你會這麼說。兩位上仙，出來吧！我操！我天哪！難怪有恃無恐，原來是有幫手。給大家介紹一下，這兩位呢是清風子上仙和凌雲子上仙，是我特意為了這個拍賣會請來的高級顧問。龍天星，你帶修仙者來參加拍賣會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沒什麼意思呀，這拍賣會今天這麼激烈，我請兩位上仙過來保護我而已。況且這也沒哪條規定說我不允許帶修仙者來參加呀。那個打擾一下，修仙者不都很厲害嗎？你頭上這個包怎麼回事？修仙之人受他的傷是很正常的。那日我一時不備，被賊人偷襲成功。若是正面比拼，本座一只手比死他。哦，說了半天，原來是打架沒打過人家。小丫頭片子，信不信本座一掌劈了你？師兄，萬萬不可，他們還要把他抓回去交差呢。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已經到齊了，那就開始吧。規則很簡單，誰出價最高，這塊地也是誰的。很好，我出1000億。什麼？1000億？龍天星，你可別亂出價，你出得起這麼多錢嗎？這些就不用你管了。怎麼，只要加價？當然，我出1萬。什麼？什麼？臭小子，我看你是在這故意搗亂吧？1萬億，你把我們都當傻子嗎？這世上哪有人能拿得出這麼多錢？哎，方旭，你最好能證明一下你有1萬億，否則此事難以善了啊！這拍賣會可不是你隨意撒野的地方。不錯，小子，不是我不相信，而是這筆錢已經遠超你們楚家資產的規模。你要是在這胡亂喊價，我可要取消你們的競拍資格了。方旭，我手上的資產只有3000億，實在不行，我把集團剩餘的股份全賣了，可這樣還是不夠。那個，要不我把存款拿出來，一起湊一湊呢？不用。此乃神木王鼎，木系至寶，其價值遠非金錢所能衡量，由千年神木精華凝練而成，內蘊無盡生機，不僅能催生萬物，而且還有着生死肉白骨的神功奇效。就這破玩意兒能起死回生，你當我3歲小孩呢？說的這麼神氣，你怎麼證明啊？
你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你？不是你让我证明的吗？我不杀他，怎么证明给你看？要不，你来当下试验品？你小子，够狠！要是治不好徐总，今天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方旭，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啊？我这是怎么活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这姐，方旭手中这个小鼎真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啊！这兄，难怪这小鼎那么强，原来是身上有先天灵宝。不过，你个1万法宝的废物吧，你的这些东西，哼，皮鞋都不配。这种神物归我所有了。小子，这宝鼎是不错，但你身上的宝物是这一件吧？不错，还有什么宝物？不妨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啊！可以。这是，此乃圣灵珠。乃天地间至纯至净的灵力汇聚而成，携有此物者，不仅能夠提升修为，還能夠實現聚集殺敵。這是聖物靈物，原來是靠此物打敗的師妹。如此稀世珍寶，竟落在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手裡，簡直是暴殄天物！你根本不配擁有它。不錯，就該乖乖的把它交出來，讓我來發揮個真正的力量。兩位上仙，之前答應我的事兒呢？這小子的法寶已經被我們騙了出來，如今委屈。放心，待我們抓回來那個姓楚的小丫頭，定會助你將楚家的資產收入囊中。你們想幹什麼？別怕，小丫頭，你的機緣到了，乖乖跟我們回去，給我們老祖當爐鼎。這是你上輩子積攢的福澤，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機會的。不錯，要是你表現得好，說不定老祖還能讓你死得痛快。方旭，救我！小子，法寶就都在我們這裡，你竟然還有膽量站出來！兄，別跟他廢話，直接動手將他拿下，跟我們紫薇關作對，唯有死路一條。方旭，你先帶着小新逃出去，我安排了人在外面接應你們，我留下來拖住他們。不用，這些東西是我故意給的。小子，說什麼？死定臨頭還嘴硬！看劍！什麼？你怎麼會有如此行為？師弟，你不是業氣啊！上仙！方爺，我知道錯了，我願意把我龍家所有資產全部捐出來。龍天星，你壞事做盡，你以為你交出龍家的所有資產就能夠抵消你犯下的罪行嗎？我真知道錯了，薇薇，看在之前咱們交情的份上，你饒我這一次吧，我願意洗心革面，我從頭再來我。方爺。方旭，你把龙天星怎麼了？是他自己說想要重新做人，我便給他這一次機會。這玉瓶啊，乃是上古秘瓶，內有乾坤，可淨化人性，磨去他的一身戾氣啊，跟罪孽。
小兄弟，别看我呀，我和那家伙不熟。不熟？我记得你们两个还是亲戚呢。那个，我可以给你们打个折，除了这个保底，你们再给我1000亿，那块地就是你们的了，怎么样？很划算吧？你想多了，这神木王鼎，我只是借给你看看。至于那塊地，我一開始並沒打算給你錢。相反，我替你治療了一個賓客，不賺我的錢。1000億啊！方旭，你瘋了！1000億啊！方旭，你瘋了！怎麼？你也想進去培龍天星？我沒這個意思。方旭，咱們同學一場，你看能不能便宜點？我們實在拿不出那麼多錢。可以，那就打個8折吧，1200億。1200億啊！方旭，你會不會算呀？怎麼還越算越多了？哦，是嗎？哎呀，我忘了，我成績不好，每門考試啊都不及格。我這媽呀！如此看來，孫家跟龍家算是徹底完了。方旭，有了靈泉，我們是不是可以生產長生藥了？先說一句，要通過長生藥長生不老道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這世間萬物皆有定律，逆天而行，沒有能力。不過，讓普通人增加幾十年壽命，還是可以做的。已經很不錯了，能夠增加幾十年的壽命，足以驚嘆世人。方旭，謝謝你。小琴呢？這是小琴的耳環。方旭，我承認我打不過你，他那又如何？人我已經帶走了。姐，方旭，救我！方旭，你快去救小琴。放心，爐鼎要想發揮最大的效果，需要絕食3日，它暫時是安全的。這麼說，你是故意的？不錯，早在我跟那幾人交手之前，他們便隱藏在附近了。我不明白，你為何不直接出手？與其被動防守，不如主動出擊。我在你妹妹身上施了法咒，法咒能讓我找到她的位置，咱們直接去她的老巢。恭迎师尊出關。人呢？回老祖，人已經被關起來了，3日後便可供你享用。很好，青蘭，這些年你四處奔走，收集毒品，真是辛苦。為老祖效勞是弟子的榮幸，弟子不敢言辛苦。不錯，你倒是忠誠。不過，你可知道這世間最忌諱的什麼？弟子愚鈍，請老祖明示。這世間最忌諱的就是你知道了太多不該知道的秘密。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也必死。想不到，我為他做了這麼多年事，竟落到這般淒慘下場。你醒了啊？是你救了我。你傷得很重，不過你放心，我已經替你治好了。你為什麼要救我？我明明做了這麼多壞事，還綁走了那丫頭。你想多了。之前你幫我突破修為，我出手救你，咱們兩不相欠。另外，
我还需要找你問一些關於你們派的信息，所以啊，你還不能死。你想知道什麼？我一路跟蹤你，來到了那座山裡，發現周圍的氣息很不對勁，似乎隱藏了一座法陣。不錯，你猜對了，紫薇山裡確實隱藏着一座法陣，不過那不是普通的法陣，而是一位仙人留下來的仙陣。哦，仙陣？是的，這也是為何我們紫薇觀會那麼強的原因。200年前，那時的老祖還是一個放牛的小童，他無意間發現了那座仙陣，從此修為一日千里，自此開創了紫薇觀。有意思，這仙陣具有何功效？這座仙陣只有老祖一人可以控制，一旦開啟，任你修為再高也無法闖入。不僅如此，任何進入到紫薇山範圍內的修士，修為都會自動降低，只有老祖一人修為保持不变。那他現在是何修為？化神期。一旦他成功吸收了那丫頭的體質，他的修為至少會達到大成期，甚至渡劫期。想不到1000年之後，這個星球上又出現了一個修為在化神期以上的高手。方旭，我知道你修為不弱，但我勸你不要插手此事。對方修為太強大了，並且還有上古仙陣的相助，以你一人之力，根本無法與之抗衡。你還知道什麼？算了，明天是那老賊200歲寿辰，如果你想救人的話，就選擇在那天吧。你還有計劃嗎？看在你救我的份上，我就幫你這次。你們到底想幹什麼？果然是個美人胚子，可惜了。明天過後，你這如花似玉的身子就要成為师尊提升修為的炉鼎了。我告訴你，方旭会來救我的。你們如果敢動我的話，方旭一定不會放過你們。方旭，你說的是那個擊敗古青蘭的小子？錯，是的，他一定會來救我的。哼，一個練氣期的廢物，來了又能如何？在這玄天大陣之內，任何法寶都將失去效果，本座一根手指便能捏死。你胡說！一定会找到辦法救我出去的。哼，來了更好，新仇舊賬，正好一起算。能跟老祖出关。哦，那丫头怎么样了？老祖請放心，一切準備就緒，就等壽宴結束，您便可享用這古今無二的爐鼎。很好。恭賀老祖200歲壽辰，老祖法力通天，授予天啟，這修仙界在老祖的帶領下，竟能日益昌盛，重振昔日雄風啊！吳掌門，太客氣了。老祖，這是我偶然得到的一株千年靈芝，特獻給老祖，以表心意。這是壽延丹，我特意備了3顆，願老祖福壽綿延。你們有心了，這些賀禮本座收下了。停。老祖，我們找到大師姐了。哦，那丫頭居然還沒死！哼，將叛徒帶上來。傅青蘭，沒想到你命還挺硬，中了師尊的絕命喪魂掌，竟然能撐到現在。我呸！七殺老賊，我替你辛苦賣命這麼多年，到頭來你卻要殺我滅口，你不得好死！哼，也罷，今日就讓你死個明白。明兒，你跟他說吧。是師尊。傅青蘭，當年師尊收留你，竟當真以為是看中了你的天賦。什麼意思？
說白了，你只是师尊的一个备用炉鼎。如今找到更好的，你自然失去了利用价值。而且你出身低贱，乃是上古最族之后，留着你始終是個禍。师尊豈容你留活在世上？哼，原來如此，我竟被你們愚弄至此。什麼知遇之恩，什麼同門情誼，到頭來都是你們精心編織的謊言。哼，你明白就好。师尊，別跟他廢話了，直接殺了他唄。那你就親自送他上路去。師妹，對不住了，師兄會輕一點。哼，薛明子，你當真以為今日能殺得了我？死到臨頭還嘴硬。哼！你是何人？玄天宗方旭。玄天宗？难道上我门派？为何沒有聽說？小子，你就是方旭。逆徒，你居然敢勾結外人來對抗本座！七殺老賊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是嗎？就憑你們？方旭，你可能還不知道，整個紫薇山都在本門的大陣覆蓋。不管你有什麼寶物，在此大陣之下，廢鐵一門。對付你們，何須用法寶？你小子，找死！竟敢杀了老祖弟子，你完了！完了！天上地下沒人能救得了你了。真是年少輕狂。此人在我這大陣裡，竟然還能發揮如此之力，看來本身上一定藏着什麼秘密。小子，你說你來自玄天宗，那我問你，你師父是誰？師父，算起來我已經跟他好久沒見過面了。自從上次一別，應該是5000年前。 5000年？照你這麼說，你活了5000年？哼，真是大言不慚！你要是活了5000年，你豈不是有仙人境的修為？等等，我好像想起來了，我們宗門的一本古籍上曾經記載過一段歷史。5000年前有一個門派就叫玄天宗啊！吳掌門，你可別亂說，我可沒有亂說。這玄天宗乃是當時天下第一宗門，其門下弟子個個精彩絕豔，功法更是玄妙無比，足足稱霸修仙界上千年呀！一派胡言！他要是真有這麼厲害，為什麼只有練氣期的修為？小子，我不管你師出何門，你3番2次壞我好事，如今還當着本座的面殺了本門弟子，今日本座不將你錯誤揚歸，為民何在？行啊，你能殺死我，求之不得。可惜啊，數千年，無數人在我面前說過類似的話，可最終他們皆在我面前灰飛煙滅。好大的口氣啊！既然如此，你敢不敢接我一招啊？方旭，這個老賊狡猾的很，你可千萬不要上他的當。可以啊，好小子，有膽氣，那就吃我一招陰陽斷魂掌。這是老祖的成名絕技，中掌者魂魄皆碎，生機斷絕，即便是大羅神仙也難相救啊！這怎麼可能？打了，該我了。什麼？這小子竟然沒事？哼，我方旭，哇！這小子表面是練氣期，實際上的修為只守在大成期以上。還好心正無敵，要不然今日把真實要交代到此。哼，竟然沒死！去，把丫頭給我帶來。老人。方旭。小子，現在你的女人在我手裡，
你敢不敢把这瓶丹药吃了？否则我就让他血溅当场。这是万重尸骨丹。不错，在灵气如此稀薄的现代社会，还能炼出此等丹药，倒算有些本事。方旭，不要！我要你救我！你快走，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修炼，将来为我报仇。小子，你还真蠢呐！我告诉你，不出半刻，你就会被万蚁食心，痛不欲生，最终也会化为一潭血水。方旭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把丹药吃掉？你快吐出来！你快吐出来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味道不错。这丹药里面似乎还加了些灵草，赵同学，他没少费心思啊。你怎么没事？方旭，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丹药我吃了，要是没什么其他招数，我可就动手了。方旭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女人可在我手里，你如果敢乱动，我立刻……人呢？不，怎么可能？方旭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行了，想抱回家再抱。谁要抱你？老东西，陪你玩这么久，该做个了断了。哼，小子，本座有上古仙阵护体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玄天阵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玄天阵，给我刀！不好，他的小妹把我们全部人全部搅入这种，快跑！好，晚了，得死在这儿！小心，先走。方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办？我们好像被困住了。我认识这座法阵，这是玄天宗当年12座护山大阵之一。玄天宗是你的师门？不错，想当年玄天宗是天下第一座，这12座护山大阵更是威名遠揚，每一座都蘊含着玄之傲气的天地法則，不知道抵禦過多少外敵的入侵。那豈不是很厲害？咱們還出得去嗎？原來如此，這是一座殘陣，應該是被人修復過，所以第一時間沒有認得出來。方旭，這裡好恐怖，我想出去。雖然是殘陣，但實力仍不容小覷，除非達到仙人境，否則硬闖定會粉身碎骨。那怎麼辦？只有一個辦法了。只有一個辦法。什麼辦法？那就是我的修為突破煉氣期第1000層，達到仙人境。你看着我幹什麼？這難道跟我有關係？我的體質極其特殊，足足困在煉氣期5000年。要想突破這最後3層，需找3個玄陰之體女子與之雙修。此前已經找到2個，現在就差最後一個。你該不會是想在這種地方跟我那個吧？事到如今，已別無他法。贱人，往哪兒跑？老賊，你殺了我吧！哼，殺你沒那麼容易。幸好今天本座早有準備，要不然還真折在你這賤人手裡。我就
就算死了，也要拉你垫背。你想自爆，可惜了，在本座面前，你连自爆的机会都没有。今日，我当初就该趁你闭关之日杀了你。现在才想着，晚了。待我吸收了你的小丫头灵体之后，她便是这世间唯一的真人。到时候，所有人臣服在我的脚下。受死吧！怎么回事？仙阵怎么松动？怎么可能？仙阵怎么松动了？难道是方旭那小子？不可能，此乃上古仙阵，就算是渡劫期的高手，被关入其中，也难以脱身。看来你的仙阵也并非天下无敌。哼！就凭那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也想破我的仙阵？贱人，安心上路吧！方旭，你好了没有？别急，快！我感觉我的身体好热。成功了，我终于突破了！小贼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谁？方旭，你竟然击碎了我的仙阵！不，这怎么可能？5000年了，我終於突破了這最後3種枷鎖。說起來，還得感謝你呢。難道你已經渡劫成功？不可能！這世間沒有人能跨過這最後一步。你試試，不就知道了。少在這故弄玄虛！今天既然出來了，本座就親自送你上路。不，我不甘心！消失了！太好了，方旭，你太厲害了！一切都結束了。接下來有什麼打算？這些年，我被他蒙蔽，做了太多傷天害理的事情。如今他已被付諸，我也該為自己犯下的過錯贖罪了。古姐姐，以前那些事兒都過去了，要不你跟我們一起回去吧，我讓爺爺在集團給你找個職位。算了，我呢，想尋一處靜謐的山林，遠離這城市的喧囂與紛爭。日後若是有緣，我們還會再見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隨你的心意。告辭。保重。怎麼樣？有小晴的消息沒有？楚總，所有地方都找遍了，依舊找不到二小姐。那方旭呢？有沒有他的消息？那日方先生離開了別墅，就像是人間蒸發了一般。我們動用了所有的人力和渠道，還是找不到他的人影。小晴下落不明，方旭也消失不見，我該怎麼辦呀？小晴，小晴，你沒事吧？姐放心，我一點事都沒有。是方旭，是他救了我。方旭，謝謝你啊。紫薇觀已經被滅，以後不會再有人打他的主意了。對了，方旭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長生藥已經正式開始量產，我將它取名為天藥。恭喜啊！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們說。方旭，你真的要走啊？不錯，我等這一天足足等了5000年，為的就是衝破這最後的枷鎖，去探尋那更高層次的修行真諦。可是我捨不得你走，你這一走，
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。这些年，我已经看惯了生死离别，这人世间，对于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可以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就不留你了。原本是想把小琴和微微托付给你，让你成为楚家的继承人。现在看来，是老夫一厢情愿了。这本书里记载了我这些年的修行感悟，你们二人勤加练習，说不定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。方旭，谢謝你這段時間為楚家所做的一切。我知道你心向大道，所以不會強行留你。但是你在仙界一定要保重。就是這裡吧，整個金海靈氣最足的地方。方旭，你從這裡飛升，是不是直接就到仙界了？仙界到底長什麼樣呀？是不是到處都仙氣飄飄，還有好多神奇的靈獸和法寶？不知道，我也未曾親眼見過。方旭，一路保重。保重。天地玄门，开！天地玄门，開！成功了！仙門既已開啟，我苦修5000年，定能踏入其中。方旭，你沒事吧？不可能，這怎麼回事？發生什麼了？飛升失敗了。明明已經突破了1000層，師尊不可能騙我。去，吳姐姐，方旭，太好了，你們還沒走。到底怎麼了？啊，你看，這是那日我運功修煉，突然發現自己的修為足足暴漲了6個境界。你竟然達到了渡劫期！我翻找了大量的資料，終於在一本古籍上找到了相關的記載。那本古籍上說，有一種特殊的機緣，在與特定的人產生身體交融之後，雙方在修為上會產生奇妙的共鳴。你的意思是說，因為我突破了修為，所以你們的修為也得到了暴漲？不錯。如此說來，那你們……這怎麼會這樣？這印記到底代表着什麼呀？難道說和飛升有關？原來如此，我明白了。你們3個都是玄陰之體，而我是九陽道體。玄陰之力和純陽之力相互交融，便在你們體內留下了這金色印記。它不僅代表着我們3個彼此的力量，更像是一條特殊的紐帶，將我們緊緊相連。你的意思是說，我們4個現在是一個整體？不錯，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剛剛我會飛升失敗。我明白了，那是不是說我們可以一起去仙界了？可我還沒準備好，是不是有點太突然了？姐，都這節骨眼了，還準備什麼呀？那可是仙界，要是錯過了這次機會，說不定以後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遇了呢。可我們對仙界一無所知，萬一遇到危險怎麼辦？沒關係，方旭會保護我們的。那好吧，我去打個電話給你也說一聲。大道，我竟然有飛升仙界的這一天。都站穩了。
我要引动天地之力，開啟飛升通道，